继续来关心这查甫艺人闪做兵的案件 ，Energy 的成员昆达今日登来到台湾，随获检方带走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，审后是50万交保。内政部长刘世宏表示，讲112年役男免役率有16%，那看这健保资料无可能遐尼悬，未来会启动修法，配合着役男健保就医资料来做比对。谢谢关。头地棒球帽啊，面对镜头开嘴讲多谢，其他的都无愿意加讲。男团 Energy 的成员昆达涉入闪做兵的案件，本来伫加拿大出外境，港团的成员透露随飞登来台湾。除了打算面对错误之外，没有说别的选项。他非常的积极，马上就订机票，我也陪同他返台。昆达一对候机室出来，警察随提拘票过去，检察官当场拘提到案，警方甲押登去永和警分局。昆达到案了后，承认讲开钱伪造高血压的资料来闪做兵，所以来移送新北地检署审后50万交保。接下来好好负完该负的责任，然后全力面对配合调查。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。演艺界第3波闪做兵的案件是持续烧，内政部长刘世宏早起讲，有113个人涉案，至民国112年役男的免疫率有高达16%，对照健保根本就无可能这么悬，嘛对比南韩、新加坡的免疫率干那5%，所以即马要来提悬免疫的条件，体位判定的标准要加严，役男的 BNI 达伫15到45之间拢爱做兵，高血压爱到心脏器官有实质出问题才会当免疫，啊无第3落来爱改做替代役。平常的时候血压都正常，那为什么要征兵检查的时候血压突然窜高？哈，那这个部分呢，譬如说国防部他们有提出一个想法，就是说如果他有这种状况，提出复检的时候呢，可能要求他住院，好。让他知道说他是不是刻意去吃药。刘世宏表示讲，体位判定的新制按算明年4月上路，未来体检会配合役男健保看医生的记录来做稽查。另外，艺人开大钱做假病历来闪做兵，过去大多数拢是罚金立的，都无代志啊，造成社会观感歹。调解针对替代役实施条例提出修法，甲上加刑期定做6个月，协助逃兵。主要整个大方向基于这个兵役的那个公平性来讲的话，我们是在支持的一个部分。刘世宏回应讲，妨害兵役治罪条例是国防部主管的，现在的修正因和国防部是采取同款的见解，对这国防部表示支持，要开始来下部会建议修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